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5年4月6号。这一期咱们聊一聊潘东来。为什么聊潘东来？这个潘东来不仅上热搜，而且现在厉害了。这个潘东来把好几个自媒体还有经济学家给告上了法庭，为此再次上了热搜。根据大象新闻报道说，经济学家批潘东来遭起诉，潘东来起诉经济学家宋清辉索赔100万。这是大象新闻报道。这个宋清辉是一个他那个认证是叫经济学家的微博认证，是叫著有一本书读懂经济新常态，是热门财经博主、经济学家。这个 IP 地址在广东，他是微博上面的注册信息。这个媒体报道说，4月5日晚，昨天潘东来发布最新一期侵权公告。潘东来红内裤事件当事人2个小段被起诉，微博用户宋清辉拟起诉。根据潘东来官方这个报道说，微博大 V 宋清辉在潘东来基层员工平均月薪9886元的微博超话中评论潘东来是一家没有什么核心竞争力的企业，只能变着花样靠流量活着的言论。上述言论涉嫌对我公司品牌形象进行贬损，追责金额不低于100万。被告抖音用户2个小段在抖音上发表视频，称在潘东来购买的红色内裤掉色，品质有问题，造成其过敏、接触性皮炎。其作为自媒体从业者，拥有大量粉丝，其言论引发大量关注，造成诸多客诉问题、信任问题，以及对潘东来和产品品牌负面评价上升为社会热点事件。潘东来以名誉权侵权为由提起诉讼，追责金额不低于100万元。不过，经济学家宋清辉今天上午也发了个严正声明，说要死磕到底，说一个正常健康的社会不能够只有一种声音，专家学者存在的价值就是批判，就是探寻真相。我国是言论自由的国家，绝不容忍一个一隅之地的企业钳制人民的思想和言论自由。这个经济学家宋清辉说，潘东来靠流量活着的企业居然遭到潘东来起诉。前不久，于东来他在一个论坛还是什么一个会上面又说，潘东来基层员工平均月薪9886元。这个怎么说？毕竟作为咱们也经历过亩产万斤的，所以说作为一个宣传，你只要不太过分就行。你想想，一个超市的收银员、超市的清洁工，月薪能达到9886，这个值得深思。就是要么我们普通员工，我们韭菜工资太低了。以北京为例，北京市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多少？北京市的平均工资是多高？北京市的平均工资恐怕也就1万。一个在4线城市，一个超市，他的员工也能达到1万。这个要么是让我们感觉这个是不是首都生活水平太低，工资水平太低，要么就是你这个许昌工资待遇太好。怎么说？吹牛有的时候还是要顾及一下。你吹牛不要紧，但是你无意中一吹牛，你反而打压了别人。你目的是吹自己不要紧，你宣传，但是你宣传自己的同时，你无形中踩了这个1线城市，这可不好，这是犯错误。经济学家他说，企业没有核心竞争力，就靠流量活着。宋清辉他发了个微博，在这个潘东来基层员工平均月薪9886这个词条下面，他发了个评论，转发的时候他说一家没有竞争力的企业只能变着花样靠流量活着。我不知道这个潘东来起诉宋清辉他的理由是什么，说涉嫌损害品牌形象为由发起侵权诉讼，这个属于滥诉，这个属于浪费国家司法资源。就像我评论的，我说你长得不好看你就告我，这是一种主观判断。反过来说你好看也是一种判断，说你不好看也是一种判断。说不好看觉得起诉侵犯名誉权。还有2个小段说那个内裤红色内裤褪色，因为我没有太关注，我对这个不感兴趣。如果真的是产品质量问题，那自然可以交给法律去走司法程序。如果是不是产品质量，他是为了蹭流量污蔑潘东来，那这个是不行的。这是2概念。如果你污蔑说潘东来卖假货或者卖残次品，这个你得负法律责任。所以说潘东来居然把宋清辉给告上法庭，说没有说马上就告，说你准备告他索赔100万。那言下之意就是所有的人你不能再批评潘东来，你只能膜拜跪下，要么你靠边站。
宋庆辉摊上事儿了，这潘东来告他，他的因素要么自己上，万一输了，那也得赔100万。你要请个律师，那律师费要花。总之摊上事了啊，这个实际上就是滥用诉权。大家想象一下，也就知道潘东来恐怕有问题。为什么这么说？我们就举个例子，假如你说了一句马化腾不好，你说马化腾微信或者马化腾的游戏对青少年毒害非常大，好，马化腾就告你。反正人有的是钱，南山必胜客，反正人家有的是律师，养着一个庞大的律师团队，这没事干，你们这些挨个说腾讯不好的，挨个起诉，你受得了吗？所以你想象一下，你就发现这个不对。这个我感觉潘东来现在越来越出位，凸显什么？实际上是反映他流量焦虑。从他干涉员工的什么结婚彩礼，什么结婚你只能摆5桌，结婚只能什么请什么亲朋好友，结婚不能收礼等等，干涉员工的私生活，到起诉这些 UP 主，再到什么各种论坛，各种耸人听闻的这种各种福利，就匪夷所思的这些福利，像极了那个暴雷之前的华西村。这个只能说明潘东来现在恐怕流量越来越难。确实，咱们做自媒体知道，现在流量越来越差，流量越来越差，反映在2个方面，一个就是流量本来就在减少，因为不停的有新的东西出现，也在分散人的注意力。你比如说关税，特朗普这不着调的，突然搞一个关税，这个就像100个国家，对吧？加关税，这连着这4、5天，大家谈论的都是关税，就没人去谈论潘东来。你看，连着几天上不了头条，压力多大？连着几天上不了热搜，没流量怎么火？大家也知道，所以说比如说这4、5天，那大家的网上的注意力都是在特不靠谱关税上面。完了之后，咱们反击，这一反击，胡锡进老师很多大家都拍手称快。现在荷尔蒙正分泌，这大家正在对反击津津乐道，又要赢了，处在这种状态，所以大家没兴趣去关心一个超市。这是第一个，就是流量在减少。流量减少的原因就是总有一些大的事件冒出来，本身咱们的流量这个蛋糕也在萎缩，不停的还有大的事情出来，所以就挤压了原来的这些超市的这些流量，所以它上热搜就不太容易，对吧？一个隔3差5要上一次热搜的上不了，你说能睡得好吗？睡不好。这第二个，流量变现越来越难。以前一个用户可能能给他带来人均比如说是20块钱，但现在因为大家收入都差，经济条件不好，大家都勒紧裤腰带，所以说你一个流量恐怕给它带来的价值人均可能不到3块。流量本身在减少，每个流量的价值的贡献值也在减少。你想一想，咱们下馆子以前都是人均200，现在变成人均80了，连什么巴努火锅都变成奢侈品了，都吃不起了。巴努火锅的创始人不说了吗？你月薪5000就不要吃火锅了，搞点这个麻辣烫吃了就算了。这个说的也是客观现实。那大家都勒紧裤腰带，那些什么从杭州、从太原坐着高铁、坐着飞机跑到许昌去购物的这种人，这肯定在减少。所以我认为这个恰恰反映了一种流量焦虑。流量焦虑实际上就是反映出企业内部一些矛盾、一些困境，现在就纸包不住火，越来越难以维持。我提醒大家想一下，回忆一下，3年前就是恒大爆雷以后，是不是咱这节目就一直说碧桂园肯定要爆雷？我不知道有没有粉丝还记得，这个恒大爆雷以后，就咱们天天分析说碧桂园爆雷，结果碧桂园就说的人多了，大家都说碧桂园出问题了，但是碧桂园他自己坚决不承认，他好着。碧桂园经常是秀肌肉、秀钱包，说我账上还有1000多亿，说我这个你看工行给我授信500亿，招行给我授信200亿，大家还有印象吧？那时候碧桂园动不动就起诉，那个律师函谁要说他不好，律师函马上发过去。那碧桂园还行，他只是发律师函，他没有起诉。谁要说他要爆雷，他立马一个律师函过去，说你造谣，你小心。结果就这么情况下，是不是坚持不到1年，碧桂园他就爆了？我怎么感觉这个潘东来他的做法像极了这个碧桂园？大家琢磨像不像？是不是经济学家这宋庆辉一下说中了这个软肋，直击要害，所以恼羞成怒起诉他？有这种可能。我的节目里面一直也说，我对潘东来这个现象也经常评论。我认为潘东来他对员工好，就是说潘东来的员工平均工资其他的超市高，我觉得这个恐怕是事实，但是不是高到人均9000，这咱也不好说，但是肯定高。潘东来对当地的经济有一定的促进作用，潘东来对员工还不错，潘东来卖的东西基本上质量是没问题，大家信任，我觉得这个是好事，这个没毛病，他也能促进当地经济发展，人家也坚持卖真货，人家对员工不错，这些都是优点，但是不能反制。你靠流量活着的，你就靠流量好好活也行，不丢人，但是你不能忽悠大家，因为我靠全国的信众、全国的这些
铁粉，全国的这有情怀的人，靠他们支持活着，这也没毛病啊。粉丝经济，也就是潘正来把粉丝经济玩的极致。但是你千万不要说拿这个来对比，你说山姆的员工工资低，你说别的企业搞不好是因为他老板不分钱，这个就有点诛心了，这属于一种反制。因为傻子都知道，一个超市没有什么核心竞争力，就说来说去，它是个传统商业，早就被人玩明白了。谁在供应链这块能够掌控，谁在品控这一块能够精益求精，谁在服务这块能够下功夫，这个山超它就能脱颖而出。以前咱们不知道，现在咱们知道一个叫山姆的，全国遍地开花。完了，每个山姆的店现在对吧，人流如织，人家可没有做什么太多宣传，人家可没有造神，人家可没有天天上头条，没有上热搜，但是人家是攻城拔寨，哪儿都去扩张。你这个潘正来这么好，全国人民都盼着你，赶紧你到合肥来一个，你到珠海来一个，你到深圳来一个，你这么厉害，为什么就走不出河南，甚至连许昌都走不出？就为什么要造神？本来是值得大家肯定的。粉丝经济，那就像明星经济，它实际上这潘正来的成功，如果你把它当做成功的话，它不是山超的成功，它是粉丝经济的成功，这是两个模式，这两个概念。这个凤凰网财经有一篇报道，叫于东来打脸永辉高管，为了保护潘正来。他这么说的，他说昨天看新闻，于东来老师在2025年中国超市周活动现场直接打断了永辉超市负责调改的高管演讲，上台发表了一番很直接的讲话。这么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说于东来老师，我在我的节目里面将司马南亲切地称为司马南老师，也叫胡一静老师，有很多观众网友他受不了，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他接受的教育太正统太片面，他接受不了人家叫司马南老师。你看看凤凰网新闻称于东来叫于东来老师，你能把他打一顿吗？你不服气是吗？司马南他是真正的老师，他人大请他当了3天的教授，是有聘书的，3天教授那也是老师。人大哪个学院我忘了，请了他当了3天的老师，3天教授。中国有句古话，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所以司马南老师是人大那一届学生的终身的父亲。这个说得过去的。于东来当过老师吗？于东来没当过老师，那凤凰网就说他叫于东来老师，有什么不行吗？何况司马南老师还真当过老师。毕竟老师这个更不用说了啊。我推测，我可以肯定，在环球时报内部，很多人叫胡一静都叫胡一静老师，叫胡老师，叫他胡总编的恐怕都少。这个说远了，所以经常有粉丝二里吧唧的上来就问你为什么叫他老师，显得蠢的是不可理喻。苍井空不也是老师吗？这句话的第二个意思，我感觉于东来老师飘了。为什么飘了？也就是2025年中国超市周，就是中国山超那些人搞到一起，搞个会，在那儿互相吹呗。而在这个现场，这个永辉超市负责调改的高管正在演讲，正在台上叭叭叭吹，结果于东来站起来就把他说话打断了。人家在那演讲，正是讲到兴高采烈的时候，于东来把他打断，于东来开始说话。这个怎么说？飘，没有基本的礼貌，给人感觉这相当于教父亲临现场，有种教父上来这种既视感。某种程度上，应该他内心深处已经把自己当做一种教父。我们看到文章怎么说的啊？他说这段讲话可以说非常不客气，关键是人家讲到一半直接上台打断，这个行为充满了火药味。什么叫素质？观众这么弄，真就是不给面子，直接说打脸也没有问题，但他做的也没啥问题。这是凤凰网他这么认为的。而作为一个成功的商人，尤其是经历过风风雨雨的商人，于东来老师不至于憋不住这么几分钟，体面的方式去说自己的观点。他公开打断永辉高管讲话的这个行为，用意很明显，就是要保护潘正来和永辉分得明明白白，是你我是我，不要天天蹭出火，谁蹭谁这不太清楚，这有点乱了。而且是公开的面对所有人，把这个态度最无可辩驳的表示出来，这是高明的切割。说永辉和潘正来之间故事这2年一直不断，先是永辉一群高管去找于东来老师学习潘正来模式，潘正来帮忙调改，开始没有多久的时候，永辉大股东卖了股换人了，
他这个时候你是于中来老师，你气不气？但是我觉得，如果你把这看成是一个局，就没有什么好生气的。本来他就是局中人，本来他这么做恐怕就是为了让潘东来卖个好价钱。凤凰网认为，他说结果就是于中来老师宣布不再派团队到新的企业进行帮扶，对永辉的帮扶则持续2年。凤凰网认为，在这2年的帮扶过程中，永辉一有机会就蹭潘东来的流量。到底是永辉蹭潘东来的流量，还是互蹭流量，还是互相利用？我想凤凰网他也看不清楚。那什么原因让潘东来的这个老板直接跑到台上打断永辉超市的高管的讲话？因为永辉超市的高管当时讲到员工的待遇的时候，大屏幕那个 PPT 上聊的正是永辉的员工成长和员工状态，也就是在台上大谈员工时候，这个于中来坐不住了，上去打断了这个永辉高管的讲话，上台直言不讳的说永辉赚了钱却没有给员工加工资。于中来说，他说永辉调改的那个店每个月盈利200万，他说我不知道，当我知道了200万了，我就非常吃惊，我就说200万为什么不去涨工资，直接在打脸了。这是于中来自己说的，大家可以看媒体报道。经过于中来调改的那个店，一个月也就赚200万，一年也就2000万。我感觉跟于中来自己说的，他的潘东来，他不动不动一不小心就多赚了几个亿。总之这个账算不过来了，对不对？潘东来一共几个店，他可是吹过的，动不动他说本来只想赚2000万，结果一不小心就赚了4个亿或者2个亿。2个亿什么概念？如果一家店只能赚2000万的话，他得要10家店呢。你看他又说永辉经过他调改之后，一个月一个店一个月能挣200万，那一年不就是2400万吗？是不是？要么就说明潘东来调改永辉没有使尽全身的力量，随便给他改改。但是于中来说，一个月能有盈利200万，那为什么不给那些员工涨工资？这个倒是可以商榷一下。一个永辉超市一个店大概多少员工？如果是100名员工，我们按200个算吧，扫地的、保洁都算上，平均涨1000块钱一个月，那一个月也就20万。相比较这个200万的利润还是给得起的。所以说于中来说，你赚钱了有利润，给员工涨工资，他这个说法是对的。但是吹牛要有个度，因为你吹过的牛总有对不上的地方。这里我再说一说潘东来现象，非常值得我们思考。怎么说？也就是潘东来他外表他包裹着这些理念非常深得人心的，具备那些民粹主义的一些特征，所以他特别容易造神，所以他全国的拥趸非常多。他的这些理念没有什么大问题，什么善待员工，给员工更高的工资，你得卖真货，这有问题吗？你卖的东西有品质，不要卖假东西，这些都没问题，这些反而是直击现在的要害。所以说潘东来很多人喜欢他很正常，但是你仔细想一想，你发现我们整个社会，咱们目前的经济形势，咱们目前的整个的经济状况，某种程度上潘东来，你从外表上看，你不仔细去分析，你发现他还挺好的。也就是你从央媒或者一些正能量，他们所宣传的咱们经济形势跟潘东来的形势是完全一样，非常不错，稳中向好。如果你要能接受这个观点，你就会很困惑。也就像那个潘东来一样，如果你认为潘东来好，很多人就认为潘东来好，但是他又解释不了为什么这个山姆好像不咋地，但是潘东来为什么就不能出河南，不能像山姆一样到处复制呢？都是超市，潘东来的工资比山姆可高得多，按理来说你更有能力的吧，到去复制。那就像咱们现在经济一样，表面咱们感觉还挺厉害，第2大经济体，然后动不动就是赢麻了，动不动你看那个外国人对中国的多羡慕啊！你看那个什么甲亢哥到了中国就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一样，但实际上我们每个人有自己的感受，也就是同样一个事情，宣传中是一个样子，实际中又是另外一个样子。潘东来在这么多年的宣传中，自媒体造神中，他的形象是一个样子，实际上他是另外一个样子。当潘东来遇到山姆的时候，他原来的样子就露出水面，难以跟人抗衡，根本就不是一个量级。但这2个人不硬碰硬的时候，不互掐的时候，那潘东来永远赢，一直赢麻了，是不是这个道理？所以我觉得现在潘东来只是个很小的缩影。这么说，潘东来是河南的一个缩影，河南也是中国的一个缩影。一掐脖子他就翻白眼，一撒手，他马上也能吹。大家想想是不是这么回事？就是说潘东来的发展，它是个现象，你总感觉他不实。宋金辉所说的，他没有核心竞争力的东西，你跟人家有竞争力的东西一比，你就一触即溃，你没有底气，你是靠营销，你是靠流量，你是靠吹出来的。你搞了一个粉丝经济，他就需要神不能倒，他要造神，对吧？不停的去神化，他不是靠的核心竞争力，而人家是靠的是内功。
打铁还需自身硬，所以这两种模式孰高孰低，是吧？孰强孰弱，这个一目了然。某种程度上，你看明白了潘东来，实际上你就看明白了中国经济，我们的核心竞争力，你不能说没有，对吧？但是还是薄弱，还是不够强。你的核心竞争力不够强，所以你还得仰仗外面，还得依赖别人。就你没有什么东西说别人离不开的，这种东西有，但是非常少，所以你的核心竞争力不够，那你怎么吹也没用。最后我再说一下，潘东来现在开始起诉，降级了暴雷之前的碧桂园。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